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期嘅 Easy Cooking，我哋係第9組，而今次我哋嘅主題係頭痛食療。首先，等我哋簡單了解一下唔同種類嘅頭痛啦。第一種頭痛係原發性頭痛，意指非特殊疾病引發嘅頭痛。而原發性頭痛主要有3種，第一種係緊張性頭痛，係常見嘅頭痛類型，通常會因為壓力、焦慮同埋長時間固定嘅姿勢而導致。患者通常會感到頭部兩邊出現異常繃緊同壓迫嘅感受，同時頸部會感到僵硬疼痛。第二種頭痛係偏頭痛，通常因為睡眠不足或者荷爾蒙影響導致。通常患者嘅頭部單側會出現頭痛，並且有機會伴隨住畏光、視界模糊同埋嘔心嘅症狀。而第三種頭痛就係重發性頭痛，主要係因為酒精同季節性變化而引起。頭痛嘅位置同前兩種頭痛唔同，會從上眼眶去到太陽穴開始，逐漸轉移到頭頂部單側，而頭痛嘅程度會更加嚴重，有機會伴隨住流淚同埋鼻塞等等嘅症狀。而另一種頭痛係次發性頭痛，屬於由明確疾病或者外傷所引發嘅頭痛，係一種唔常見嘅頭痛類型，種類繁多，而頭痛嘅位置亦都不一。次發性頭痛通常伴隨住明確嘅誘因，包括感染、藥物、外傷、中風或者腫瘤等等。而呢一種頭痛通常伴隨住劇痛同埋其他症狀，需要針對病情嘅根本原因去作出治療。除咗將頭痛分成原發性同次發性頭痛之外，頭痛仲可以分為外感頭痛同內傷頭痛。其中外感頭痛嘅類型包括風寒、風熱同風濕引致嘅頭痛，而內傷頭痛嘅症型就包括肝陽上亢、腎精不足、淤血阻絡、痰濁上擾同埋氣血虛弱導致嘅頭痛。外感類型嘅3種頭痛都係風邪同其他邪氣合邪所導致。首先包括風寒引致嘅頭痛，風為陽邪，有向上同向外嘅特性，容易傷人上部。因此，當風寒從外侵襲嘅時候，會循足太陽膀胱經上犯，會令經氣擁擠堵塞，胃氣不能外達。呢一種頭痛嘅症型發病急，痛感會連及頸項。當遇冷風嘅時候，頭痛會加劇，惡風畏寒，成日怕凍，仲會周身酸痛添。而第二種外感頭痛就係風熱引致嘅頭痛，風易襲陽胃而熱性上炎。當患者遭遇風熱嘅時候，邪氣就會上攻頭目清竅，令頭脹痛。另外，熱性傷津會導致口乾，所以風熱頭痛嘅症型除咗發病急之外，仲包括頭部脹痛，遇熱會令頭痛加劇，怕凍又發熱，仲會咽痛口乾。第三種外感頭痛係風濕導致嘅頭痛。風寒兼夾濕邪會令邪氣上犯頭目，並且阻塞清竅。濕困脾陽會阻礙脾臟運化氣血津液，因此風濕頭痛嘅症型特點就係頭痛好似俾布包住一樣，仲有四肢困重、胸悶腹脹。另一方面，內傷類型嘅頭痛有5種，包括肝陽上亢導致嘅頭痛、腎虛頭痛、淤血頭痛、痰濁頭痛同埋氣血虛弱導致嘅頭痛。首先，當肝臟陰不配陽，引致肝陽上亢嘅時候，肝臟嘅陽氣就會從頭部兩側嘅肝經向上浮動，上擾清竅，令到頭部兩側脹痛眩暈。另外，肝火擾心，因為心藏神嘅緣故，肝火擾亂神明，就會引起心煩易怒嘅症狀。而腎藏精亦係氣之根，腎虛精血不足，精血不能上榮於腦，就會導致頭部胸痛同埋腰膝酸軟。再者，因為不同嘅原因，例如外傷過後導致有淤血內停，令到血滯不行、脈絡不通嘅時候，會引致頭部刺痛。呢一種頭痛嘅症型通常位置固定，經久不愈，而觀舌象會見到舌子並且有瘀斑。除此之外，當脾臟運化失調、聚濕生痰，痰濁若果阻塞人體中焦，會令患者嘔吐痰涎、上蒙清竅。呢一種頭痛嘅症型包括頭昏、頭部沉痛、胸口翳悶、嘔吐痰涎。而觀舌象會見到舌苔白膩。而最後一種主要嘅內傷頭痛係氣血虛弱導致嘅頭痛。氣虛嘅患者脾弱氣虛、清竅不利，中氣虛而不運，脾臟無法正常運化，令到陽氣不能到達四肢，就會導致運化無力，身體嘅營養供給同代謝功能都會受到影響，因此會出現疲倦乏力、食慾不振嘅症型。呢一種頭痛嘅症型包括頭腦胸痛、綿綿作痛，患者舌悶並且舌色呈淡白色。血虛嘅患者虛火上逆，血虛不能上榮於面。另外，血不養心，會心悸不寧。血虛頭痛嘅症型屬於隱隱作痛，伴隨眩暈，患者會面色蒼白、疲倦乏力、舌淡並且苔薄白。喺介紹過咁多種唔同類型、成因同埋症型嘅頭痛當中，
氣血虛弱導致嘅頭痛係最容易因為現代都市人生活急促同埋忙碌嘅作息所導致嘅，包括飲食失調、思慮傷脾、熬夜失眠同埋勞累過度，分別導致脾胃虛弱鬱結、肝血耗傷同埋氣血過耗，最後導致臟腑嘅運化受阻、氣血兩虛。而同時，女性因為月經或者產後嘅緣故，都容易導致氣血兩虛，從而引致頭痛。所以我哋今次從諸多類型嘅頭痛當中，選取氣血虛弱所導致嘅頭痛為題，設計咗我哋今次食療嘅主角北芪黨參杞子烏雞湯，以改善氣血不足所導致嘅頭痛，適合頭痛反覆、四肢乏力嘅都市人及女性。等我哋一齊睇下北芪黨參杞子烏雞湯嘅食材同埋功效啦。北芪黨參杞子烏雞湯嘅主要材料當然有北芪、黨參、杞子同埋烏雞啦。其中北芪性味甘、微溫、歸脾肺經，有補氣提升嘅作用，可以幫助推動氣血上達頭部，緩解勞累之後加重嘅頭部隱痛。另外，北芪仲有固表防風嘅功效，除咗氣血虛弱型頭痛之外，都有助減少外感風邪而誘發嘅頭痛㗎。而黨參性味甘平，同樣歸脾肺經，有益氣生血嘅作用，可以改善因血虛導致嘅貧血性腦缺氧，例如面色蒼白同心悸等症狀。仲有助調節中樞神經，減輕焦慮引致嘅頭痛。杞子性味甘平，歸肝腎經。喺剛才嘅部分都有介紹過，氣血虛弱型頭痛嘅成因包括熬夜失眠同埋勞累過度導致肝血耗傷同氣血損耗。而杞子有滋陰潛陽嘅作用，可以從本質緩解頭痛。另外，杞子有養血柔肝嘅功效，間接改善頭痛同埋視物模糊嘅症狀。最後一樣主要嘅食材就係烏雞啦。烏雞性味甘平，歸肝腎脾經，可以直接補充造血嘅原料，改善貧血導致嘅腦部缺氧性頭痛，仲可以同杞子配伍，強化精血互生效應，適用於慢性消耗性嘅疾病同頭痛，例如甲狀腺亢奮同埋更年期引發嘅頭痛。上述嘅4種主要食材互相協調，其中北芪同黨參補氣生血，強化脾胃，而杞子同烏雞滋養肝腎，填補精血，彼此互相協調，形成氣血生化有源、精血互生有根嘅治療閉環。另外，北芪有助提升氣血去到頭部，而烏雞就有助補充血虛，快速緩解頭痛嘅症狀。黨參就健脾益氣，杞子滋養肝腎，從根源改善患者嘅體質。兩者協調，達至標本兼治嘅功效。而最後，北芪性動，而杞子性靜，兩者動靜結合，調和頭部血氣運行。簡單而言，北芪黨參杞子烏雞湯入面嘅黨參健脾益肺，可以針對脾胃虛弱嘅症型；杞子滋肝補腎，精益明目，仲滋陰潛陽，可以針對肝血耗傷嘅症型。4種主要材料有養血、生津、益氣同填虛補精嘅功效，共同針對氣血過耗嘅症型。喺介紹完煲湯嘅主要材料、佢哋嘅功效同埋有幾正之後，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點煲㗎啦。我哋事不宜遲，馬上一齊煲湯啦！首先材料包括黨參20克、桂圓20克、北芪20克、杞子20克、藍棗7粒，同埋烏雞1隻。烏雞斬成4塊之後，我哋用清水洗乾淨佢哋。洗乾淨之後放入水中，直到煲滾。喺片刻之後撈起飛水，之後再洗乾淨佢哋。洗乾淨佢哋之後就可以備用㗎啦。之後我哋將除咗烏雞之外嘅材料用清水洗乾淨之後備用。處理好所有食材之後，就可以將洗乾淨嘅材料加入去大概2000毫升左右嘅清水入面。冚蓋之後，我哋會用大火煲滾。咁見到煲滾之後呢，就可以轉細火啦。轉咗細火之後，我哋再煲1.5小時。最後落適量嘅鹽調味。喺細火煲嘅期間，可以適量攪拌。完成。呢度係純文字版本嘅烹飪方法。喺介紹完煲湯嘅烹飪方法之後，等我哋嚟一齊了解一下北芪黨參杞子烏雞湯有咩禁忌症啦。
首先，北芪同黨參都屬於溫補之品，可能助熱生火，加重肝陽上亢或者內傷頭痛。而過補氣血都容易發熱傷陰，所以實熱症或者陰虛火旺嘅人未必好適合飲。而北芪黨參偏溫補嘅功效有可能閉門留寇，阻礙外邪發散，令病邪遷移不愈，甚至加重發熱、鼻塞同喉嚨痛等等嘅症狀。因此，感冒期間外感未清嘅人都未必好適合飲。另外，呢個食療當中大多數嘅食材包括烏雞、北芪、黨參、杞子、桂圓同藍棗都係比較滋膩嘅，除咗容易助濕生痰，導致濕dục停滯，加重痰濕型嘅頭痛之外，如果本身脾胃比較虛弱，都會難以運化，導致虛不受補。所以濕熱或者痰濕內鬱嘅人，或者本身脾胃虛弱、消化比較差嘅人都要注意啦。最後，今期醫師曲瓊嘅節目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